今仔日土地公生天气是真舒适，这个冷空气减弱气温回转来，中南部甚至来到30度。但是明仔载阁要变天咯，明仔载东北季风增强，气温开始来落降。刷来礼拜阁有大陆冷气团到位，讲这个后礼拜2，空旷地区有机会降到10度。 天气真温暖，一透早民众上班阁穿短裙，各地温度伫26到28度，中南部有30度。不过拜六开始就要变天啊。明后周末假期的天气呢，会有一些转变。主要是在明天到周日的白天呢，东北季风的增强。 在迎风面的北部、东北部，预估气温会稍微下降一些。拜六各地基本上是多云到好天，北部24度，中南部地区无啥物变化。不过礼拜到后礼拜1，冷气团落南，温度会开始下降。北部12到13度，中南部14到15度。后礼拜2，沿海较快所在甚至敢若剩10度。春天后母面，刷落来阁要开始落雨啊。在北部跟东半部，可能雨量上会比较多一些。礼拜日晚上到下周一这段期间呢，由于锋面通过以及冷气团的南下，其实从图中可以看到，各地都是有降雨几率的。其中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，预估在雨量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，也要注意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。 拜六礼拜东北季风落南，落雨主要以北部、东半部为主。礼拜到拜1，华南分河区的山区东边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尤其是北部、东北部规工拢会有雨。所以若想要出门佚佗、看花，民众爱好好把握拜六的假期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